心照顧每個家。開心 shopping 盡在一本城。呢兩首經典嘅廣告歌，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。不過以後就要改口唱啦，因為開心 shopping 盡在真好城啊！母公司國際家居零售就話，集團經過35年嘅發展，隨住網購同北上消費興起，以及全球供應鏈已經逐漸完善，日本城呢個單一產地標籤已經唔能夠代表品牌當下嘅營運模式。於是決定將品牌升級，改名做 JHC 真好城，並會由傳統零售店轉型為服務港澳社區嘅一站式生活平台。咁改名之後會有啲咩分別呢？集團就話會有超過1000種自家品牌產品，標示為真好品質。前線店員會升級做真好店員，指定分店仲可以免費試用產品，甚至提供試食。除此之外，仲會加強唔同品牌之間嘅合作。除咗有和 YOHO，仲會成為 HKTV Mall 同埋京東自家品牌嘅網購取貨點。第一間全新升級嘅旗艦店將會喺7月15號喺銅鑼灣開幕。集團表示，期望品牌升級之後可以成為一個有溫度嘅社區夥伴，同香港人一齊令生活變得更好。大家記得去親身體驗，睇下係咪真係咁好啦。